我諗你講定我講，你講好啲喎係嘛？我講個得獎歌曲個名，你讀個歌手個名。好啊，嗱我講個頭先啊，第4首10大中文金曲得獎歌曲係《真的愛你》，得獎隊伍係 Beyond。好似阿家駒都有少少嘢同大家講下，因為呢個係現場轉播收音機，我諗唔怕㗎，電視就或者會剪。喂，不過你同電視台老友啲喎，呢個冇得剪㗎喎。啊，好好。OK，阿家駒同咁啊，首先要多謝啱啱拋棄咗我哋，唔理我哋，又唔同我癲，又唔同我再玩嘅陳小寶先生。唔係，我今日專登喺度，其實我係即係好想將呢個獎交到俾你哋。咁我哋攞翻嚟㗎呢個。成班兄弟借呢個機會同阿小寶講聲，好唔捨得你。唔會啊！我仲喺度，做咩講到我好似過咗身咁？咁我細路仔啊嘛，好似患咗絕症咁講到我。唔識講嘢啊嘛。好，唔好咁講。OK，我諗我哋俾熱烈嘅掌聲歡迎 Beyond 樂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金曲，我希望大家在場嘅每一個嘅朋友都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留住你哋嘅掌聲，又或者係暫停歡呼你哋嘅4大天王嘅名字，因為呢一個金曲係有好特別嘅意義，唔係一首普通嘅金曲。一路以嚟，好多人都批評本地嘅歌壇係唔夠本地嘅創作。我自己係一個唱片人，我絕對同意。喺6年前嘅一個晚上，我有一個好好嘅機會，我去到一個好細嘅場地裏邊睇一隊樂隊嘅演出。當晚嘅場地只係得1000人到嘅啫。台上邊幾位嘅年青人奔放嘅演奏，令到我深深咁感動。我睇完咗之後，當晚我決定我要簽呢隊樂隊，因為佢哋喺台上邊嘅演出令我明白到本地嘅歌壇響原創歌曲方面係有一線嘅曙光，係有希望。另外嘅嘢係令到我唔會忘懷嘅，響當晚就係1000位嘅現場嘉賓，雖然係好少人1000個啫，佢哋嘅反應係我睇咁多演唱會裏邊係從未見過嘅，到而家仲係歷歷在目。但係好可惜，此情不再。喺1993年，黃家駒離開咗我哋。我希望大家留返你哋嘅掌聲。希望我講咗得獎嘅係邊一個隊伍之後，你哋先至一次過拍掌。因為呢個掌聲係有特別嘅意思。第一，掌聲我哋要黃家駒知道佢嘅音樂精神，佢嘅歌曲係永遠都留喺我哋嘅心裏邊。第二，我哋要 Beyond 知道佢哋仲有好多路要行，前路未必係平坦，講唔定係好崎嶇添。但係我哋係會幾時都同埋佢哋一齊，共度風雨，共度成功嘅果實。第16屆中文金曲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得獎嘅歌名係《海闊天空》。唱歌、填詞、作曲嘅都係黃家駒，樂隊係 Beyond。我呢位企度錯晒，應該係企喺嗰邊嘅，不過唔緊要啦。我諗我哋行去嗰邊，然之後我諗佢哋幾位嘅成員應該同大家講少少嘅嘢。家強，好開心今日得到呢個獎好多謝各位嘅支持，好多謝香港電台，同埋多謝好多一直以嚟咁多年裏面都支持我哋 Beyond 嘅聽眾歌迷，同埋所有對香港原創音樂曾經作出過貢獻嘅人，多謝你哋。
我好記得咧，舊年我哋喺日本嘅時候咧，咁呢首歌喺家駒喺日本作，咁之後我哋入錄音室錄音，咁家駒對呢首歌咧就特別奄尖，要求好高，咁咧到今日，可惜佢唔可以同我一齊攞呢個獎，但係咧就佢心機係冇白費咯，咁就我哋 Beyond 會繼續努力，繼續創作，多謝各位。我將佢哋應得嘅獎俾翻佢哋先。仲有一個少少嘅請求，今日你會同我哋唱呢首歌㗎係嘛？我希望喺呢首歌唱完之後，大家除咗要報以熱烈嘅掌聲之外，希望你哋係企立。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裏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你與我可會變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愛。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裏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你與我可會變？誰在變？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Beyond 嘅其他成員能夠秉承家駒嘅精神，繼續將音樂嘅使命發揚光大。多謝。係啦，我哋一定會繼續支持 Beyond 嘅。